后来继续来看台北股市，今仔日阁来创下新高，盘中来到15642点，收盘的时阵小看落56点，以15500点来收盘。金管会主委黄天博伫立法院答询的时阵来表示讲，这个台股是毋是高点，伊袂当来判断，也毋过即卖确实受四大因素来支撑着台股的动能，伊嘛提醒投资人要注意风险。美国国会认证拜登的这个总统，然后有他的纾困的措施，大家觉得有一些乐观的期待，所以带动了一些，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优异的表现，所以大家对这个股市有一些特别的期待。富国新山台积电带头，今日台股早盘起超过80点，指数到15642点，佫创下新纪录，也毋过指数捌由红变乌。关键点变化超过170点，财经首长伫立法院对股市提出看法。是不是高？这个我们不能判断了，但是我们讲思维，因为过去这一年的确年轻人投入股市的蛮多，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教育他们。这个金融面的过度的膨胀，可能带来金融不稳定的情况，这个是值得后续去关注的。首长无必预测股市会冲到偌悬，也要提醒投资大众要注意风险。立委要求财政部长苏建荣预测厝价会落价还是起价。房价的这个所谓上涨的趋势是稍微有一点放缓了，然后台南因为有那个台积电设厂，那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工程师到那边去就业，那么他有房子的需求。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影响，外国资金入来台湾，政府除了控制厝价，要安怎稳定新台币的汇率，这嘛是一个考验。